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日增加4例境外移入的病例，自费的 AZ 疫苗今仔日开始注，公费的疫苗23个扩大注射对象。交通部长王国材上任上任后，行政院嘛同意副局长杜美接代替教育局长，嘛要求爱甲代替的改革定法案。新闻先来看，过来今仔日增加4例境外移入的病例，分别是对斯洛伐克、印尼、和菲律宾入境。另外，昨确诊的2位国内航空公司的货机的技师，接触者有168个人，目前检验有132个是阴性的。自费的 AZ 疫苗是对今仔日开始注。另外，4月23也要扩大开放第5、第6类的对象来注公费的疫苗。咱来听疫情记者会下晡上新的说明。1078号，它的接触者框列29哈，那已经采的有11位，那待采还有18位，那采完的这11位有2位是阴性，那检验中的有9位。那1079哈，它的接触者有139位，好，那其中有3位为防疫旅馆的员工，那有适当的防护，所以没有采检。那已经里面哈，大概已经采的哈是有132位，那130位是阴性，那在检验中的还有2位，公费有3万4，那自费采检现在是在进行中哈，好像有预约打的，或包括今天早上在打的有5000多人哈，那从后天起我们再增加2类哈，再增加2类的公费施打的对象。啊，就第5类就维持社安哈，维持治安等社会机能了哈。那包含我们的警察跟宪兵。那第6类，就是维持机构及社福照护系统的运作。那这包含里面机构及社福照护系统的人员及其受照顾者。今仔是 AZ 疫苗会使自费注射的头一天，目前开放注射的病院名额拢注不满咯。自费来注射民众大多数拢讲哦，注疫苗的副作用应该是比胃着病风险较小，所以家己开钱来注射，出国嘛较安心。民众详细听医生的话，各有医师评估是不是适合注疫苗，最后搁签疫苗自费注射意愿书。新北阿东病院透早开放有效的民众自费注 AZ 疫苗，每支600块。因为工作需要，常常出国的洪先生先注第1支。因为我们如果在第1天过来打，然后可以先观察整个后续的情况，万一有副作用的话。不会说出了国之后，然后还要去请求这个国外的这个救援。考虑过感染的风险，加注疫苗了后可能发生的副作用，洪先生认为也是先注疫苗了后才出国较安心。阿东病院按算第一天规工落来，会有160人来报到注疫苗。民众有反映说，就想要再挂号哦，然后所以我们一直有在协调不同的医师，然后可以前过来支援，然后都有加开诊次。希望政府可以放宽更多的额度。各大医学中心加注疫苗的病院，大部分拢有药已经满，显示未少人对疫苗有信心，也等真久。早起10点，卫福部花莲病院也开始接受民众来注。每礼拜1到拜6早起拢有门诊提供自费注 AZ 疫苗，每支436块。当然有少许的担心，可是这个我也看过很多研究，也看过一些网络跟杂志上的解释，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第一波适用对象有商务出国工作、留学甲看医生等需求的人，而且无含国籍。虽然国内公费注射率不如预期，不过自费注疫苗第1天反应是真好。指挥中心会看国内疫苗经费甲公费注的情形，来决定是不是搁释出搁较侪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新任的交通部长王国材上任后，代替改革是上重要的施政重点。行政院昨嘛已经确定交通部提报的代替局的局长遴选哦，是由目前代替局的副局长杜美来接任。杜美踮伫代替33档路，伊捌做过台北站的站长。代替的产业工会是讲，杜美这个人较强势，所以希望伊未来会使好好甲基层的员工来沟通。04、02这个太鲁阁事件，这件事情是一个政府杀人事件，这个我们局长认同吗？是认同。啊，认同哈。
内政升任代替局长的杜美到立法院质询，和委员问到泰鲁阁事件夺走49条人命，敢是政府杀人？两度讲唔对，表示认同，后来澄清是无听清楚委员的问题。面对已经和行政院核定被接任代替局长职务，杜美表示，家己就任了后，会优先将代替沿线目前所有工地检测完毕，确保行车安全。防护有很多种层级啦。像我们现在在我们台铁的沿线，我们也有很多地段，我们有建设围篱啊，就可以防止。杜美是33年的老代替人，上代交通管理，代政治系硕士，可伫代替了后，伫文物部门服务，担任过台北站站长，目前是代替副局长。外团交通部长吴国才看重杜美资历高，佮有特殊的管理能力，也毋过有基层员工反映。杜美的作风鹰派较强势。他针对司机研技班机务这个区块，他是比较没有那么内行，不过他集中协调沟通还是蛮适当的了。很多员工在私底下讨论，其实都会蛮担忧的，对，因为会认为说他，在过去真的是比较不太愿意跟基层沟通。代替产业工会表示，去年12月代替营运台北车班休困宿舍搬线。捌测到树林调车场到树林站只有司机员开车，无派车长，互车长伫树林站驱着拍伫开车门。当时就是杜美要求文物人员执行这个政策。虽然后来法庭也毋过可见伊的作风，对员工反映无好沟通。杜美回应，若讲基层有这种声音，伊会思考来面对。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政府宣布讲，2天后要将福岛核电厂的废水送到海里。早起伫立法院，国民党的立委林义华是质疑讲，外交部拢无对日本政府表达抗议。另外，之前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庭讲，咱台湾嘛是将核废水排到海里哦。原林会是讲谢代表毋是这方面的专家。福岛第一核电厂有辐射废水处理未去，日本政府宣布2年了后套核保排入大海，邻国韩国深表遗憾，中国批评非常无负责任。台湾外交部表达高度关切，了原联会透过批表达反对。立委林奕华批评外交部监视原联会外交局咧，遗憾蔡政府无强硬表态。我才要真的对你们表示遗憾啊！就我看不到国家立场的反对。这是让我觉得，身为外交部的官员没有肩膀，没有骨头。林奕华不满外交部唔那无反对，驻日代表谢长廷佮里面册发文，引用日本副首相麻生指出，中韩嘛排放含川废水到大海，认为家己排放佮抗议日本排放正歹，义正辞严。这番发言，外交部表示并不是为内部来的训令。你们有去纠正驻日大使的发言吗？有没有？我们会确实转达。你们就应该用正式的告诉他，身为一个大使，不能随便乱发言呢。我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帮他缓颊哈，我觉得很多东西他不是专业嘛。日专题报告进前，媒体访问主委谢小新，问到日本政府讲核废水啉了无代志，原联会看法如何？主委回应，伊当然感觉无适合来啉。我当然是觉得不适宜饮用嘛，就这么简单，好不好？你当你听到是核废水的时候，你会去饮用吗？请问一下，我反问你。不会啊，所以对不对？你就如同脏水，你会喝吗？是不是？那你脏水也要经过过滤了以后嘛，变成干净的水嘛。台湾核电厂排放的核废水，甲日本排放的敢有相像咧？注意谢小新伫民众党立委高虹安一瞬时阵回答：福岛废水是事故的排放，国内核电厂是正常排放，全世界的核电厂拢会排放核废水。记者们曾志成台北报道。再来看空军中士蔡学良12当前互枪击弹死，迄当时是以自杀结案。也毋过家属要求重新调查，今仔家属嘛开记者会批评警方办案真消极。民间团体嘛呼吁讲，应该爱成立军中冤案委员会，或者有委屈的军人，佮有家属会使得到帮助。一个孩子的死亡的真相，我生他的妈妈都没有资格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这样都公平吗？
情绪激动想起过身的后生，目屎都忍袂调。蔡妈妈指出，过去10多年长期奔走为后生申冤，却一直看无真相。进前到台东开庭，所发现侦办的检察官态度消极办案，过将近1年才搁开庭，也互家属无法度接受，认为真相遥遥无期。真的让人摇头叹息啊！我看他从来没有正视过我们从来没有正视我们。哎，他出庭的时候连卷宗都没带耶。卷宗都没有带耶，你看这多离谱的事情啊！回顾这案件12年前，空军中士蔡学良伫太平靶场互枪击弹着身亡，只是军方甲检方拢以感情轻生自杀结案。蔡妈妈对规个案件有记录提出新的证据，向台东地检署申请重新调查，却感受到检方对军安案件无尊重。我们认为说，军冤委员会的设立是最起码现阶段可以解决这些军冤家属的一个困难国防部它其实也需要外界的这个协力。另外，民团呼吁政府应该重视军安委员会建立独立调查机关甲事后救济管道，促进军中人权保障，还原代志真相，避免遗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外界正关心的美国明尼苏达州非洲的男子弗洛伊德，因为一个白人警察造成死亡，这案宣判，这个白人警察方指控的3项罪名全部拢成立。弗洛伊德的亲人嘛讲司法总算是行因正义。听到白人警察肖文被控2级谋杀罪、3级谋杀罪甲1级过失杀人罪3项罪名全部成立，受害者弗洛伊德的家属是欢喜搁悲伤。We got justice, we won. He may not be here, but we won. 这个案件受到全美国高度注意。在明尼亚波利斯市的弗洛伊德广场，群众听到判决结果，马上拍破也有人赢20块美金。去年5月案发的时阵，弗洛伊德伫店家买粉的时阵，被发现用假钱就是20美金。迄时阵店员报案，白人警察肖文等4人到场处理。弗洛伊德拒绝去警车，互肖文戴暗棍死亡。了后引起全美国乌人命也是命串联暴动。这案件审讯3礼拜，包含报上路人迄弗洛伊德被戴暗棍死亡影片，甲店家内底监视录影画面等。They stopped and raised their voices, and they even challenged authority because they saw his humanity. They knew that what they were seeing was wrong. 陪审团经过10点钟作出裁定。这案件伫辩论的时阵，肖文的律师表示，肖文执法使用的武力理由是正当的，而且弗洛伊德的死因可能甲药物滥用、数值汽车排气有关系。检方表示，3人拢看会出肖文做啥物代志。肖文的3项罪名，2级谋杀罪上重，会用判40年；3级谋杀上重是25年；2级过失杀人上重10年。8礼拜了后宣布量刑。弗洛伊德家属甲委任律师克鲁普表示，这裁决对美国所有人民，包含非洲的原住民、亚洲的，拢真有意义。总统拜登伫宣判了后表示，种族主义已经加做美国精神的污点。弗洛伊德案件判决结果有希望带来重大改变。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罗西亚甲乌克兰的冲突愈来愈严重。乌克兰的外交部长表示讲，这礼拜罗西亚的军队派伫两国边境的军力会超过12万人。乌克兰呼吁欧盟各国要对罗西亚展开制裁。乌克兰的总统嘛公开邀请罗西亚的总统普廷，嘛讲双方会使见面来解决问题。乌俄边境冲突继续升悬，罗西亚的军队规模继续扩大。乌克兰外交部指出，俄军已经集结伫东北、东部甲南部边界，估计未来1礼拜时间内将超过12万大军。In about a week, they are expected to reach a combined force of over 120,000 troops.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they will stop building up their forces at that number. 乌克兰外交部长公开呼吁各国对俄国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另外，总统泽连斯基是透过全国电视单位表示，乌克兰无愿意开战，也过会做好准备。另外，也个邀请罗西亚总统普廷伫冲突区的任何所在进行会面，缓解紧张关系，结束双边冲突。Господин Путин, я готов пойти еще дальше и предложить вам встретиться в любой точке украинского Донбасса.
где идет война. 也毋过罗西亚表示，这个军队是为了要进行军演，借此测试战备能力，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威胁行为。因为莫斯科当局最近指责美国甲北约伫乌海海峡甲空域进行野术活动。Попытки Альянса противодействовать ее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инимать симметричные меры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и наращивать боевые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ойск Юж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多家两边的战火随时爆发，上调不高。当年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时，马来西亚航空飞过冲突区，和罗西亚的叛军拍落来造成空难。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关到空难会个发生，要求美国航空公司若要飞经过这个区域，需要伫72点钟前提前通报，避免民航机风过人拍落来。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立法院早起针对公安和灾害危机的处理，和后续救济开会讨论。针对注疫苗敢需要放假，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是表示，劳动部已经有提出规划，会使放假，也毋过无强制头家爱付薪水，所以目前嘛无变相关的预算。指挥中心嘛应该会参考劳动部的建议。这个月月初，台铁德鲁固自强号发生排练的事故，造成49个人死亡，218个人轻重伤。部分受伤的人还佫住院治疗当中，有的骨断去的人，或者是两骨受伤的人，出院了后还佫爱长期复健。有立委就建议卫福部应该比较8线颠簸受伤的人，对重伤机体障碍者，也未摕到心脏手册进前，在期内会当先提供照顾或者是复健的服务。这段期间，他不被认定为身心障碍者。那他的相关需要的服务可能就没有了。我们尊重家属的自己对自己需求的一个需要，然后可以来运用这一笔的捐款，这是整个委员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共识。现在外界关心的疫苗价，劳动部已经把相关的措施送到疫情指挥中心研议。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劳动部提出的规划，并无强制头家人都爱付薪水，而且防疫相关的纾困嘛无变经费，应该参照劳动部的建议。纾困的经费里面，以前并没有这个直接打疫苗防疫假，有这种隔离的假，隔离里面给，所以这经费里面目前没有，所以应该会照着劳动部的建议了。拜日新增加2例国际航空货机的技术确诊。陈时中强调讲，就目前的疫调甲相关接触者检验的结果来看，本土感染的可能性是愈来愈小。不过嘛，袂当即马就排除，感染源还佫来调查。也拿自费疫苗的部分，已经有袂少民众自焚，会随时做检讨，未来可能会增加自费疫苗的数量。记者综合报道。花旗银行要放弃亚太地区13个消费金融市场，嘛包括台湾。外界是真烦恼讲，敢会有其他的外商银行嘛有同款的拍算？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今仔是表示，外商银行要离开台湾，上重要原因是总行全球的布局。金管会会要求爱保障台湾消费者的权益。花旗集团顶礼拜宣布卖出台湾在内13个国家销金业务，亚洲区只保留香港甲新加坡，引起外界烦恼，是毋是引起其他外商银行对咧退出台湾市场的效应？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表示，外商银行是毋是特例，牵涉到总行的全球策略决定。近年来，为什么外商的金融机构很少进驻台湾，反而是向外银纷纷撤离台湾？金融危机之后啊，全球的跨国的金融机构都在重新调整它的这个策略，是消费金融法遵成本提高。第三个，数位化的发展，各国的本国的这个参与银行其实也提升竞争力，所以离开的不是只有台湾，印度也有离开。黄天木表示，花旗银行为2008年金融危机受到美国政府资助了后，导致体制调整，慢慢减少销金业务。现今执行长伫2015年的时阵也卖掉，巴西甲阿根廷拢是为长期获利甲策略去做重心思考，唔免只限定伫台湾。目前还未接到其他银行要接手的消息。他要退出是怎么退？是业务带走呢，还是业务要包裹卖给别人？现在我们还不清楚。3个国家的销金绑在，譬如说卖给新加坡的 A 银行，结果让 A 银行在台湾没有业务，要依照我们现在的法规去处理啊。如果他没有设据点，必须要在这边要有据点。
根据金管会统计，到今年3月底，花旗银行伫台湾员工人数也有4082人，分行数也有45间。到2月底，存款的余额也有6552亿。流通伫外口的信用卡有效卡数依然有200多万张。黄天波表示，已经约谈花旗银行伫台湾的董事长穆兆宏。也有发函予花旗，要求一定要充分注意保障客户甲员工权益，确保营运服务正常。依法审审查花旗消金业务撤出台湾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推动包租代管的效果，外界是拢真关心哦。今仔内政部的处长华敬群伫立法院表示，对5月份开始有申请租金补贴的民众，也是厝头家，嘛会使来申请包租代管。一年15000户的目标，应该会使达成。房屋买卖市场必须爱实价登录，安尼租厝市场咧。早起伫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时代力量立委邱显智指出，根据主体法第47条第1项的规定，主管机关应该爱定期收集分析，而且公布主体的资讯，包括租厝市场的介绍。但实际看，租金的介绍刚有公布到103年。这已经5年啊，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人家现在就是认为说你是不是真的有去做调查嘛？有一些资料，我们当然有去，例如说，对啊，我们有实价登录的资料。我担心的是样本数不足，统计出来的信息会有扭曲啊。内政部处长华敬群认为，统计数据唔是袂当做，但重点伫爱考量敢会造成干扰。同时，伊嘛承诺会进行研究。另外，内政部推动社会主体包租代管3年外，目标是8万户，但实际每盒的数量累计到今年3月底，到16000多户。执行的效果必须调研立委关心。一开始我们的进度估计确实比较乐观，以为1年1万户的进度可以达成，后来发现它确实需要深化的过程和成熟化的过程。所以1个月我们已经媒合了1000多件，那预计4月应该也有蛮亮丽的数字出来。是，那如果用这样的速度前进的话，接下来一年达到15000件的媒合数，应该是可期待的。为了提升厝头家参加包租代管，华敬群透露，5月开始会结合租金补贴的政策，希望未来1档内底会当达成15000户的目标。记者郭灿德北湖台北报道。行政院明仔载要并金钟烧料风地法定议会讨论通过，这个草案规定讲，违法相当会使判5档以下有期徒。有立委是认为讲，这个草案有达到外界的期待。妇女团体嘛表示，金钟烧料行为的定义，后续会使透过条款继续来补充。屏东同信堂的女员工顶日去互金钟杀害，互已经讨论真侪年的金钟骚扰风地法，搁一届引起社会关注。行政院按照日提草案，伫行政院会讨论，目的是要甲金钟甲骚扰行为犯罪化。警方伫接到报案了后，就要随介入做书面的记录。若是调查认定有金钟骚扰犯罪嫌疑，会甲当事人书面警告；若是经过书面警告了后2年内阁犯罪，被害人会当申请保护令，而且金钟骚扰的行为上当会当判5年。那么我们会在这个各个委员的版本在下礼拜审查完毕之后，那行政院的版本呢，我们会在院会的时候呢，就这个交付一并来协商。只要是让这个所谓的受害人就心生恐惧不安，然后跟性别有关的这种重复出现的骚扰所以我觉得在定义方面已经扩大，那就处置的方式也有，就是说保护令草案明定，金钟骚扰的类型包括监视、观察金钟特定人的行踪。接近伊住的住所，也有潜在出入的场所，透过通讯设备，亲像是卡无出声的电话过度干扰，也有过度追求、要求约会等等8大类。若犯金钟骚扰的行为，会当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若是再有危险性的武器，会加重金钟骚扰罪，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并科50万以下的罚金。对方有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那这个部分可能是需要透过法院的正式命令才能够处理，那对方有再犯，他才可以去用防制令的话，觉得对部分的被害人来讲，保障还是不够全面。若行为人对特定人的配偶、直系血亲、同居亲属，或者是有社会密切关系的人，有金钟骚扰的行为，嘛会构成金钟骚扰罪。行政院表示，立法就是要回应外界期待。立委讲，会先审查各委员的版本。调查无分党派，拢真重视这个案件，而且讲这个会期一定会立法实施。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环保团体反对淡水河北边的道路开发案，已经争议真久了。去年的6月，环保署公告环评的结论，环团嘛提出诉愿哦，也毋过受到驳回。环团不服，今仔开记者会是表示，因伫3月底嘛已经提起行政诉讼了。环保团体强调讲，伫诉愿的听书中，有真侪环评的听书有争议，亲像审理的期间上过长，这嘛有可能违法，种种的疑点哦，佮需要厘清。环团嘛邀请淡水的民众来担任诉讼的当事人，因呼吁双北首长应该马上来停止淡北道路的开发案。再来看，昨透早台南林德中正路的滨高道，有一台火车当要通过，也毋过短30秒哦，小人数奥多摆冲过，佮有民众伫安全得过扛一半，佮冲过去，实在是真危险。火车强要经过，警示声电话拢咧响，但应该净空的滨高道，所有一台奥多摆骑过去，过10几秒，栅栏已经扛一半，又搁出近一个人，赶紧来冲过这个滨高道，互现场的保全想要动拢袂赴。那有异物的话，它就会显示警报啊。但是对刚太鲁阁事情发生之后，多多少少对那个司机也会有一些压力产生啊。警报响的时候，他才看到的时候，他要去的时候，他已经都过了那个铁轨的外面了啊。现场是台南林德区中正路的滨高道，当地敢若2线道，奥多摆甲轿车拢会骑做过，佮因为靠近着保安工业区，人车真济，当地骑家抱怨，这种的违规状况常常看会到。不过台铁对此无愿意发言。有点夸张哎，那真是如果火车如果要紧急刹车或者闪避人的话，会造成那个人员有损伤或者出轨事件呢。我觉得最近台铁又造成人心惶惶事件，我觉得真是行为或不可取吧。会被火车撞啊，或是造成火车刹车不及出轨，会害死很多人。警方表示，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滨高道的范围是包括着黄色网状的线，路人违规会当罚2400，奥多摆违规罚67500，汽车则是罚74500到9万块，啊，佮扣驾照1档。提醒民众唔通乌白撞过去，才袂发生着事故，又搁来造成无法度恢复的伤害。记者王刘婷等现昆文正庆台南报道。18暗时，华人发生规模5.8佮6.2的2个大地震，位伫定永的寿丰乡水莲国小篮球场出现壁损，水塔嘛崩起。县政府的教育处嘛统计，有27间学校有天棚壁开，玻璃窗仔破去顶损坏。这是18暗10点11分第一次规模5.8地震，无到3分钟，10点14分佫发生较大规模的6.2地震。正涌伫寿丰乡的水莲村，第一时间村民会当讲拢咧困，到19早起却发现水莲国小的篮球场出现一条大壁损。教养宿舍上面水塔它是倾倒的，水都漏出来这样子。那在校园的马路上面，还有篮球场，还有部分的墙壁上都有裂痕以及物品倾倒的状况。其他像教室天棚、甲走道拢有壁损的情况，部分玻璃窗也破损。虽然已经扫清去，也毋过家长真烦恼，使用上敢是有危险。我觉得会影响到孩子们，他们可能在行进玩乐当中，也许会发生一点意外，所以我们真的蛮希望有关单位可以尽速来修复这一些因为地震而损坏的地方。根据县府教育处统计，目前全县有27间学校有通报地震灾损，大部分是玻璃破去架啊落落来。教育处已经请各校先找厂商估价。会在近期就安排现勘，那等实际了解实际的受灾情况之后呢，本府会以抢修抢选的经费，或者跟教育部争取相关的经费，协助学校进行后续的复建。好在这2个地震拢无传出人员伤亡，也毋过事先拍着惊的程度袂细，航远的修复也需要较赶紧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中市政府的环保局，去年开始伫一寡高污染的河川装30台的水质监测器哦。顶个月有民众检举讲，成功大雅隔界的河川有人偷排废水，环保局嘛发现讲水质确实有问题，嘛有查到2间工厂违法偷排废水哦，开出一张18万、一张201万的罚单。环保局稽查人员拍个涂骹采废水样本，后续要个进行化验。有民众伫咧3月时阵，发现大量市新港大雅交界的小溪拢是泡，怀疑是附近有工厂偷排废水，向环保局检举。
台中市环保局先装水阿壩水质监测器进行水体监控，果然发现有2间金属表面处理工厂违法偷排废水。导电度它是一直显示高嘛，表示排废水，它表示它废水处理设施没有妥善的操作。因为水盒子它有4项sensor的功能 ，pH、导电度、水温还有溶氧。我们掌握它异常排放的哈滑时段，就往上有持续在追。发现2家事业刚好在排水。环保局检验水体了后，发现其中1间工厂放流水 pH 值超标，以水无法开发18万；另外1间悬浮固体超标20倍以上，化学稀氧量、重金属、重铬嘛拢超标，重罚201万。环保局表示，水阿壩是24小时即时监测，只要数据异常，拢会留下记录。绿色就代表是正常，然后红色就是代表说它可能有一个项目是。就是已经呈现我们设定的预警值，所以它就会呈现红色啊。因为最近就是旱季，所以就会比较常有低溶氧的状态。为去年开始，台中市环保局就伫咧高污染的浅水区，也有死鱼仔合法区，增设30台水鸭壩，而且以污染源的特性，滚动式调整位置，借由分段及时监控水质状况，达到污染溯源，也有水质异常预警的功能。若是民众检举偷排，就马上增设水鸭壩进行监控，互偷排行为藏无路。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正出名的风景区西仔湾，前2天哦，早起有人的受水，所看到讲有乌油，嘛有闻到臭味，怀疑讲有专家偷排废油。海保署接到通报，展开调查哦，也毋过无真实还未抓到偷排废油的专家。游泳池身躯顶悬高调不明的乌油，塘内游泳帽啊、游泳裤顶悬嘛拢是乌油，互因毋敢搁穿。收到超一半的所在安尼，规身躯啦，啊规瓶的油啊。顾到规身躯安尼，目镜拢乌扫扫，根本都无再来收啊！高雄高山的西仔湾海边啊，18号透早有游泳客游泳的时阵，发现海面有不明的乌油，而且都有臭味。上岸的时阵，油甚至高伫身躯顶悬，赶紧洗身躯并通报管理员。油在很外面的海面上在漂流的话，其实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它可能也不是他们听是说他们在南甲湾那边是没有，是油是在北甲湾那边。乌油出现伫西仔湾瓦中山大学附近，范围大约50公尺左右的海域。沙滩顶悬嘛有一寡结规地的乌油，游泳客怀疑是有专家偷排废油造成。海保署甲海巡等单位接到通报了后，赶紧由吸油所来防止扩散。另外，调集几工的卫生道来追查污染源。船舶有这个，就是卫星有这个影像的话，因为它会有经纬度的位置。然后还有时间点，精确的时间点。那我们呢我们就会去请航港局，它有那个船舶的那个自动辨识系统，那它可以掌握到船舶的航迹。海保署表示，乌油迄天下晡就清理煞，后续无搁接到通报。除了调卫生道，嘛会请港务公司协助清查港区内底的船，希望上紧会当伫21号下晡锁定有嫌疑的船。若确定是第一只船偷排，以海有法上悬会当罚150万。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4月22是第9日，桃园市的环保局甲超商合作，要推动减少塑胶的活动哦。消费者会使用手机啊，伫便利商店接会使循环再利用的杯啊，咱做伙来了解。超商内循环杯放伫架仔顶，消费者攞一下手机都会当照用。未来也会当去无共门市海杯啊。桃园市环保局全国首创联手超商减塑，减少一次性饮料杯使用，民众也感觉真方便。就是想要做环保嘛，但是其实平常我会觉得，就是女生包包都比较小，但是每天要带一个杯子啊，或是瓶子，我觉得还蛮麻烦的。对啊，那我觉得在这边就可以直接现场租借杯，好像还蛮不错的。平常都是早上上班前会买咖啡，然后就觉得每天这样一杯的话会制造很多垃圾，就会希望说为地球尽份心力，所以用这个减塑的塑胶杯就可以循环再利用这样子。桃园市长郑文灿表示，气候变迁为人类生活带来真大威胁，全球拢在推动减废、减塑、减碳的运动。桃园为细项的所在做起，改变消费者惯习做起，推出超商循环杯2.0造就模式，唔免押金。未来也会推出循环餐阿壩造就。那循环杯的购买跟归还都非常的智慧化，好，不会增加消费者任何负担。好，只要3块钱，
就可以用循环杯来购买饮料。环保局表示，全国一年使用一次性饮料纸杯啊、塑胶杯啊，大约18亿个，数量真大，对资源耗损加环境的负担造成严重影响。未来也会修订《集团绿色城市治理条例》，规范连锁超商、饮料店加素食店等主动提供，并且鼓励消费者使用重复性容器，达成无塑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道路过河事故史上这么严重，嘛，互外界重新来检讨，讲到底东部人是要安怎会使有一条安全回乡的路？代替伫10月宣布讲，新买的 EMU 3000这型的列车，会先导入东部的干线，会使来增加4成的载客量。也毋过学者是指出，这只是头一步尔，后续改革才是重点。火车驶过台东关山段，黄景金的稻仔田，四周围有山做伴，东部铁路的水就那像一把山水图。代替东部干线换山壁驶，换海岸行，走比公路较紧。台北到台东上紧会当省2点多钟，不过一天才12班列车，所运65000人次。若车帮少，观光客多，贴无票对东部人来讲，早就是事上的代志。阮是生活伫这个所在，其他的来是来佚佗，所有的车帮应该都爱伫个开放订票进程。花莲台东这个在地人买厝呢，才开放予其他的观光客。小心，小心4月初2清明连假头一天，优先予花莲甲台东人订的408次道路9号列车，那374位座位卖了，搁卖120张的客票。原本11点外会到台东，想要到煞伫咧9点28分，要驶入花莲清水磅空的时阵，去弄到工程车，49个人不幸过往，218个人轻重伤。我的小孩的脚整个都断掉，我有试图要把他们拉出来，可是没办法。因为买无位，郑小姐的后生查某囝甲翁婿只好徛，也拄好徛伫咧损害上严重的车头第8节车厢。罹难的2个囡仔拢是国立体育大学的学生，优秀的原住民青年。他们2个蛮贴心的。他每年都是自己开车的，只有今年他们是坐火车，结果就遇到这个问题。这届罹难的原住民有7位，受伤的51位，以阿美族上多。长期伫咧全台湾唯一一间原住民族学院教册老师认为，政府伫咧催促铁基路双向化，也有对东部经济发展，拢只是口号。总是咱啊看整个历史，国家对东部的投资，咱拢无看见新的策略，所以人拢爱往西部、北部、南部来发展。公路也是铁路来讲，嘛是发展了足慢的。过去苏花公路一直出事情，台铁真的非常非常少。台铁它选择的路线，再加上用隧道、用桥梁去克服这些问题，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危险，但是其实真正运行上面来讲，它过去所发生的灾害真的并不多。为了增加东部的运量，台铁伫咧4月11宣布，今年6月买交车的 EMU 3000型城际列车会先导入东部干线，一班车12个车厢，速度甲铁路9号相像，估计运量提升至少40%。不过学者要是强调，积极的风险应变措施要是台铁爱对源头思考的。记者阿敏金林玉凯台东华联报道。再来看海巡署最近查到史上上大件为保育类刷鱼剑的案件哦，拢总是查到170支的刷鱼剑，阁有一支爱上100万的独家海洋的喙齿，有16名的嫌犯哦，拢予以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上班。海巡署的干员是分分侪路，伫一处面体内面抓到涉嫌卖刷鱼剑的嫌犯。旁边那个，放伫桌仔顶170几支大大细细的各种的刷鱼剑，数量是真惊人，初估市价大约9000万。而这次查到的案件当中，也有真罕见的独家的海洋喙齿出现，嘛有学者感觉是真可惜。一共有查获到
16名的国人在做这个部分，因为他是透过网络在贩售，所以公开陈列，所以在这个部分上，经过检察官认定，这个部分它是公然贩售，是属于违法的部分。它是牙齿，它的犬齿后，然后大概2到3岁是往前面会整个凸的长出来。那因为异角鲸或者叫独角鲸，它在生活的区域都在很靠近北极的海域，所以事实上台湾周遭是没有。而这刷鱼剑嘛叫做刷鱼器，大部分是用来民俗描绘法器，是当季的5宝日。过去的刷鱼剑拢是用巨摇的喙齿来做，但是巨摇已经是列为野生保育类的动物。如今是有白体仔的替代品，就算有私藏，嘛唔敢就忙来公开贩售。像咱的5宝内底拄啊加1支是动物的尔，剩的像7千剑迄是铁质的，远古时代传落来，第一单价足贵啦。第二嘛无当买，准私底下因家己有收藏，伊嘛唔敢卖啦。而且的海洋保育类的制品，并唔是袂当有，不过就必须要经过合法的登记进口。而这个案件的来源，佫伫往上游来约，而且现犯涉嫌贩售，全部按照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记者王正云台报道。为了国际化，教育部今仔正式公布大专校园学生双语化学习计划，目标是2030年，至少要有6间大学有5成大学2年级的學生，實屬1年級的學生有一半攏是用全英語的課程。We are not a native speaker, so if we have the resource that we can have the environment to cultivate these habits. 这个姓罗的学生是大学4年英语系学生，伊的英语能力是袂歹，毋过有其他学系学生讲，大学2年了后，英语就哪来哪歹，等到是高中毕业的时阵上失手。大一的时候还有英文课，然后那时候英文还比较好一点点，但是到了大2就没有再接触，就是学校上的英文之后，就比较会慢慢的削弱。教育部甲英国文化协会调查发现讲，目前差不多有1/5的高中3年级的学生有学全英语课程的能力，所以今年9月份要启动大专学生双语化学习的计划，会选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专，培育因转型做双语化优秀的学校或者是学院。并没有锁定说一定是哪些学校才会来提，因为我们也是跟学校讲说，那你们就是评估检视自己校内的能量。会做重点培育的学校，无一定都是有名的学校，就要看这间学校的能量甲内容。教育部按算伫2030年的时阵，会当完成6间学校、30间学院，大学2年的学生内底，至少有一半爱达到 CEFR B2 以上的程度。另外，嘛希望伫2030年的时阵，至少有40间大专，80%的课用全英语来上课。我们大量的通识课程当中去安排这种全英语的课程，一方面是提供给国际学生的需要，一方面也是补足本国学生的不足。教育部表示，2021年到2024年会投入25亿的经费，互双语环境更加进步，嘛会甲重点培育的大专做评鉴，而且有进退场的制度。希望2025年至2030年的经费会拍拼向各发挥来争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3个真爱篮球运动的查某囡仔，因伫2014年成立一个专门报道女性篮球运动的网站。因为无企业的支持，成本拢爱家己负担哦，家己找钱。因讲定定拢有想要放弃的想法，到底是甚物原因，互因坚持落来？今仔暗时10点，公司台语台青春咱的梦特别带大家来了解。篮球场拼死拼活，对高中3年的选手来讲 ，HBL 高中篮球联赛对因以后的出路是介重要。Double Pump 女子篮球季的冠瑶，定伫比赛现场翕相写稿，希望甲球员的故事写互大家知。就算他们就已经大学毕业，然后打上了可能 WSBL， 你在访问他，他也会说 HBL 是他最巅峰的时候，因为有电视转播以外，还有形象的包装，还有赞助商等等，可能会有电视台去采访你。可能到了更高层级之后，这些都渐渐的越来越少。无企业赞助的 Double Pump 定爱家己出钱采访。2017年伫印度办的亚洲杯，甚至是现场唯一的台湾媒体。伫创业的过程是真辛苦，嘛捌有放弃的想法。当年嘛是咧想讲，到底要继续安尼做，但是你只要到现场去看这个比赛，看这个球员，伊拢真认真，真拍拼，拢
无放弃的迄个精神，不管是输偌侪分，还是这场比赛有机会晋级，还是无团队的迄个精神，就是每一届我看了，拢会感觉足感动的，拢会感觉有迄个动力，搁爱继续搁做。台湾女子篮球的名称真美观。自2011年退役了后，伫台北市立大学带女子篮球队，伊嘛观察到有愈来愈多资源投入。现在的选手当然就是环境相对变好很多，那训练的方式也比以前更科学化，所以我觉得理当在这么好的环境跟训练之下，应该成绩要更好。篮球是台湾上侪人口参与的球类运动，但是甲男子篮球的资源比起来，Double认为女子篮球相对弱势。要安怎对制度改变，扩大女子运动市场是未来爱搁继续思考的。记者罗敏珠、连新维台北报道。新竹县的北部朱田宫有180栋的历史哦，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嘛是古迹。去年哦，庙寺内底发现有真侪结构拢变形，搁会漏水。庙方是用1冬的时间来翻修，最近整理好势咯，咱做伙来看卖。以传统的客家八音庆祝古迹修复完成，朱田宫是真侪来到北部佚佗的游客一定会来的所在，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为着这届的工程，佮邀请专门负责文化资产保存的老师傅，用上传统的工法进行修复。记录早做的方法，而起多就人爱冇按穷用啦，吼，按讲啊冇按穷用咧啊，因为叫他做这样，佮冇法当。了开始因为叫上水，上水些啲牙，搭断牙一定要做平啊。只有到些做了熟斜的哈，那个水就灌到这边来。原因是这样，原因但是啦，原因一定牙错了做平啊，冇做平，水会流，咪缩落一边。啲流水的原因是一样的。朱田宫自921第一冬修复了后，到这站特别挖20冬，佮经过几摆第一冬，老建局内底早就出现结构问题佮漏水状况。包含了我们的屋檐的塌陷，然后屋脊的裂开，还有瓦片的损毁，所以就会有一些就是漏水的一个状况。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就针对这些损坏来做一些修复。这一次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的修复，我们邀请到8位文化部认证的一个匠师来进行这个修复。新竹县文化局讲，朱田宫修复了后，即马北部内底所有的历史古迹建筑，拢已经完成修复的工作，相信对地方的深度旅游甲文化观光会真有帮助。记者周君豪新竹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一本真特别的红仔册哦，甲一个纸摇传承的故事，用手工的版画画出来，这嘛是高雄市立图书馆鼓励本土作家的成果。你有没有玩过泥巴？有。哦，那阿公的泥巴是这么大坨哎。甲这阵囡仔做伙讲故事，伊是张秀玉，嘛是这本大家做伙来算图的作家。伊予囡仔算黏图，感受做花仔的过程，嘛讲出这本册阿公甲因查某孙的故事。故事内底纸摇、花仔，阁有祖孙的感情，拢是台湾在地的风景甲人文。有一个县市，它就是为了建设嘛，所以就把窑给拆掉了。那我觉得很可惜啊，所以我就想说，那个蛇窑东西，它其实是可以做成一个观光或一个传统的东西，把它保留下来。我觉得那个是很值得保存的。张秀玉捌做过美术老师，伊拢用版画来创作台湾本土故事，这是伊第5本绘本。毋若讲老师傅的故事，嘛教囡仔做花仔的知识。高雄市立图书馆今年是第1摆奖励台湾作家创作本土绘本，毋但有20万奖金，嘛会协助3位得奖者出版因的作品。里面缺乏的本土的元素，更何况我们台湾本土其实有蛮多的作家，其实他已经是有很多个国际的语言版本。如果我们自己的小朋友、自己的亲子共读能够使用我们的在地的元素的创作绘本，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推广绘本的最主要核心。台湾的绘本市场要是国外知名绘本为主，高雄市立图书馆希望会当支持更较侪台湾本土作家继续创作本土绘本，滋养台湾囡仔的心灵。记者陈嘉文、罗伟做高雄报道。
今仔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过到中南部的山区有部分所在嘛已经开始落雨了。明仔载台湾的东半部佮有北部山区嘛拢会落雨。明仔载过到中南部的山区嘛会落雷公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